弥陀佛，扎西提雷。今天呢，我在荣松佛教频道的在这个平台上，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重要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中阴闻机解脱。中阴闻机解脱。中阴闻机解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书生的一个法门。那中阴闻机解脱里面的这个内容包含了很多一些特别的口诀修法，但是整个呢就是中阴的教法。所以说到中阴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的中阴呢，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人从死亡到下一个就是生命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一生结束到下一生的开始之间的一个间隔，就是中阴。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分得更仔细一点来讲的话，其实中阴有三个，也就是说两种中阴：发性中阴、脱生中阴，有三个。两种呢，就是一个人正在面临死亡的那个两种一个阶段。发性就是佛法的法，本性的性。发性中阴呢比较特别的，它是在大圆满相文的这个法教里面，或者这个莲式的中阴教法里面特别强调的一个中阴的概念。那这个中阴呢就比较特殊的，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或一般的中阴教法里面比较，我们就听不到这个说法了。那这个发性中阴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我们人死亡之后，从内心的这个七马明顶的我们现有的这个身体的整个的结构，它的七马明顶的这个运作，最后就是一个结束的一个过程，或者这个外在的现象或外在的一切的这个现象逐渐的已经这个消失的时候，整个的这个就像我们那个投影的这个播放的这个机器一样的，这个内在的这个七马明顶，它自己的一种更细微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运转。这个运转，然后就它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就是要彻底要结束这一生的肉体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内在的一种光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显现。那个显现呢，就是一般人可能比较不容易感受得到的这个非常快速的，一闪过去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又是禅定的这个一个基础，然后超绝的这个一个持久的经验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他就是从这个当中可以获得解脱。OK， 然后就是脱生中阴，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分为三段的时候，最后叫脱生中阴。脱就是这个脱脱入，应该是这个生，就是下一个生命的生。所以这个脱生呢，就是正在寻找下一个下一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脱生中阴啊。那个脱生中阴的引导或者发生中阴的引导，那个在中阴闻机解脱里面就是讲的呢特别的多啊。所以这个细节呢，在这里就是莲花生大师特别宣讲这个细节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教学这个中阴呢？就是有这个原因。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这里说的是，不只是
这个3个中音，就是有6个中音的。所以这个和我们一般的中音的了解稍微不一样，但没有关系啊。那这个6中音的时候呢，就像大圆门里面也有一种说法是4中音，但是这边的6中音是根据达玛林巴大师的这个符掌啊，他是一个符掌大师，噶玛林巴，噶玛林巴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部处108位符掌大师的其中一个，叫做噶玛林巴。那今天我们就是莲师的这个教法的符掌，那个呢，主要也在宁玛的传承里面，就是有符掌传承的教法，有各种各样的符掌法。那这里的符掌大法就是这个中印文集解脱，但是中印文集解脱为什么中印文集解脱呢？因为主要确实是这一个法门针对的最主要的对象，确实是这个死亡之后的这个3个阶段的中阴身。那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个法就是一闻到，认识了本心，认识了自己的本尊，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一听闻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闻即解脱。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密法的东西是比较严格的就是不允许公开，然后就是有很多讲法的对象是有限制性，也要跟谁讲，什么样的人讲，多少个人讲，都是有一些要求的。但是莲花生大师特别开许这个中印文集解脱，那就是也就可以传授给就是一些大众化，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慈悲殊胜的一个法门，这也是莲花生大师的慈悲。所以这个中印文集解脱就是一闻就能解脱了，所以就是文集解脱。但是这个文集解脱当中呢，如果以整个的中印的广义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生命的每一个间隔就是中印，而且每一个间隔都是解脱的一个机会，成就的机会。所以他也当然是除了死亡的那个时候之外，其他的很多的时候也需要修行，也需要中印的教法，所以有针对性的有各种的中印教法。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叫做六中有根本颂我今天要大概的跟大家讲一下六中有根本颂。虽然这个是就是一个书生的教法，但是根据莲花生大师的这里的特别的这个符掌的记录当中呢，这个佛法是这个法门是比较公开、比较开许、比较这个大众都可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法门。所以我们依照这个缘起的一个发心，那我们也许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内容。所以六中有的根本颂也是莲花生大师当时亲笔写的，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著作。然后呢，就一系作就是佛母，也就是记录或者这个就很多都是就像当时佛陀的开始有阿难尊之阶级一样，所以莲花生大师的那个时候的主手就是一行作就是佛母。所以这个当中呢有几个就是六中有六中音。第一个是什么呢？生处中音，生处中音，生命的生，出缩的出，生处中音。第二个是什么呢？水猛中音。第三个呢，就是参点中音。第四个呢，就是临死的那个临终的中音。第五个就是刚刚说的发心中音。第六个就是托生中音。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六个了。那为什么要分六个呢？我刚刚说了，其实每一个生命的这个当下，既是中音，又是解脱的一个机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也特别重要。我相信这也就是莲花生大师当时为什么中有或者中印要分成六段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生处中印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追梦中印又是什么概念？
你这样的一个分段里面，我们要受修的重点是怎么去修？禅定中阴流是什么时候？那个呢，在这个里面有特别一个个的在讲，而且牵线移动的去讲，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细节啊。那圣处中阴，就是说从一个人，我们这个就是如果是从我们一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从出生，其实这个出生呢，我觉得呢，他托生已经在母亲的怀里的，就是开始了啊，到尤其是主要是我们能够有能力驱使因果，修习佛法来讲的话呢，当然是先要出生，然后再要稍微的就是要长大了啊。但是当然呢，这是一个从基本的一个大概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个正常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就是正常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状态，不能说生活了啊，正常的生命的状态就是身处中阴。那身处中阴就是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要修，因为那个时时刻刻，第一是一个机会，第二是一个无常，所以怎么办呢？这里说了。身处中阴，现其自始至此时，生命无暇无因设懈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呢，生命是无暇的，无暇就是无闲暇的，没有那么多的空闲的，所以呢，就是不应该懈怠，你要舍弃，你要放弃懈怠、懒惰。如以无三文思修之道，对吧？啊，所以你正常的日常的这个生命的状态当中，你要要进入一个无三，无三是什么呢？散乱的散，无三。这个无三就是要非常专注的意思，无三的就是散的相反是无三，无三就是非常专注的，具有正直真言的，所以就是要这个无三，就是要特别专注的、专一的，不要散乱，不要掉居，不要混成，就是尤其是主要是不要散乱他出，不要浪费时间，然后就叫无三。然后就是要做什么呢？要听闻佛法，要闻慧、色慧、修慧，要这个三个智慧都要一个一个的去与自己的相续当中。精信未道，修持正三身呀。这个精信未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境和内心都要转为道用，因为你有闻思修才有办法的。你没有闻思修呢，你没有闻思也不会修啊。我们西藏有一个说法，一个断手的人没有手就怎么爬山呢？怕什么是爬山？怕那个岩石，比如说我们这个岩石那种，要专门要去要这个爬的话呢，有手就可以爬嘛啊，不然就是不能爬。不是说是用这个一般的爬山的，不是这种概念，这是藏人的一个俗语。无论如何，反正呢，就是要先有相对的一个文思嘛，至少你要对所修的内容，就是要真正的了解，要弄清楚。这就是要经过文思才有的，所以呢，这个文思修得道，所以这个文思修经常上师们也强调文思修，但是这个也本来就是莲花生大师在这里非常明确的说，你要修文思，要有文思修，有了文思修，你就是有可能能够就是这个精行转为这个道用。那这个精行的意思就是你相信任何的这个外在的信息境界那就是能够成为一个修行的一个助缘。内心也是一样，起心动念，所有的念头起来，都是也可以成为一个修行，那就是有佛法的变成法，变成累积质量的方式。一度正，还有说你的文思修最后要正的三身，当然贪嗔痴转变为三身，或者身语意转成为三身，
就是法身、报身、化身的境界，这就是要即生成佛的一个成佛的目标嘛。所以一度获得人生之次级，就是说一度就是这个唯一的，之前也不一定，未来也不一定。现在反正我们就是已经获得了人生难得的这个难得的人生，在这个此刻，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一个黄金周，一个就是整个都是一个黄金的一个地方，你就是明天待会儿就要离开，在现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抓，能抓多少就是抓多少就是可以。那这个这个黄金的话，我们不应该就是浪费这个时间的。这个如果时间法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比喻。所以呢，我们在现在获得这个人生难得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现在努力不懈怠的话，很大的意义了。所以就是这个人生的非为折流于散漫之手，就是不要这个浪费时间不要让自己不知不觉的这个耗尽自己的这个一个正规的这个人生。那第二个是什么呢？OK，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的这个状态的，我们要用，要不然要天文佛法，就是要一直善知识上师来天文佛法；思维佛法，就是要所学的内容要一再的你自己要这个不断的学习。那第三个呢，就是所学到的东西，这个要真正的成为心相续的一个良药，所以要真正的要成为了你自己这个是这个内心融入于你自己的内心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修嘛修也是它有改变的意思嘛，你用这些所学的东西呢，要改变你自己的内心，原来的这个贪嗔痴傲慢嫉妒的心，成为了这个有慈悲智慧的一个心，那也是一个改变。再加上呢，就是水母中音，我觉得这个呢特别重要的，因为南传六法当中也好，所有的金刚禅大乘的这个金刚禅当中有讲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母瑜伽，水母瑜伽，在大乘一般的大乘里面也有这个用原理，就是这个梦可以变成累积质量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阿毗达摩里面都是这样说的。梦这个性呢，不是善，不是恶，它本身是一个无机。但是呢，如果当你就要睡觉的时候你睡觉前，你就是起了一个恶念，然后就是在这个状态睡着了，整个过程可能是造作恶的一个过程。如果你睡梦前，你就是睡念三宝，这个铭记这种佛法的这个慈悲智慧，然后就是要是这个在一个善念的状态，持有善念的一个状态，你就睡着了。那这个睡的这个几个小时，全部都是这个增长善，这个就是很划算的了。那就是这个密法更不用说了，它有一些特别的方法。所以这边也就是这个，虽然呢，当然是睡觉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但是睡觉的那个阶段的这个生命也是某种程度来讲，确实它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呢，科学家现在很多研究睡梦的都是承认的，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所以它可以应用的，有时候所以就是用来以前都有一些修行人，他用这个睡梦的来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就是修到一些神通然后就是要这个背诵经文甚至或者这些很多资料各方面其实是睡梦那个时候的心是比较特别的。所以阿提伽宗旨有一些的教法里面也有专门透过梦就是可以这个跨越性的这个游行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案例或者这个公案在这里呢说梦中睡梦瑜伽的时候，而且也有这个特别的口诀，这么个说你了，就像一个尸体一样的，放在那边的一个尸体一样，不要放逸的去这个睡觉，也就是放逸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放逸的话，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这里说习念无生如于本然醒我，那个就莲花生大师说的这个要求比较高，你就是如于一个本然的状态。本然性就是一个本来的这个光明智慧的状态
其实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真的是你可能晚上睡梦的时候，慢慢逐渐你就是一个不离专注的状态当中，能够有办法进入这个光明状态。那个时候你要直心心啊等等的一些本身的有一些口诀和这个方面的功夫的都没有的话，直接用梦就比较难。但是最起码我们就是入行论里面说，你晚上睡觉的姿势就是佛陀涅槃的那个姿态睡觉，而且心里面想着这个佛法僧的功德。那这个一些金刚乘里面有些简单的，在你的心间这个身体里面就是有七脉明点，尤其是中脉，然后心轮的那个心间，观想一个莲花6瓣莲花，中间可能是有一个光明明点，然后这个明点当中可能有一个种子是啊的是的，然后这个当做你的一个心，这个是一种有发光的，然后非常小的细的，那这个状态你就是按住专注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这个莲花慢慢就可能会这个有个就是当中呢，就是这个光明在里面，然后你就睡觉了，莲花不是开了，稍微的关起来啊，这个，所以这种的观想也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或者我们就是上师瑜伽的这个上师最后融入自性的那种观修，作为这个睡前的这个瑜伽，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睡梦的话，也很好的。所以无三就是无三论的要入于自然的。睡梦人之幻变无光明秀，所以这个，然后慢慢有个梦的时候，也就是先知道梦是梦，然后你用这种各种各样修行来，然后转变你自己的梦，有个这种光明的修法。莫作出生哪般彻明水，不要像那些牛和羊那种畜生一样的去睡觉，习此睡眠现实无而修，所以应该要这个要修。这个要非常珍惜，要修这个睡梦和现实无二的一个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睡梦也有现实一样的作用的一个层面，而且呢，现实像睡梦一样无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两个就是合起来，就是它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缘起性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修啊。所以莲花生大师为什么中印里面加了3个，就是一个是先讲这个那个牲畜，然后再讲蒙，就是这样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禅定中印。这个禅定中印呢，就是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禅定是我们内心，如果你透过这个禅定的禅修，然后慢慢内心进入一个状态，就是四禅八定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它其实是另一个内心的打开了另一个新的门，所以它在另一个境界了。所以如果这个没有一个非常那些殊胜的这个口诀的时候，其实禅修的这个四禅八定和外道和佛法都是共同的，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维摩诘经》里面有一个，这应该是第10篇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段落是什么？他说这些菩萨呢，对于这个四禅八定的禅悦，就是地狱一样的看待这个禅悦。看起来就是为什么是不是这个菩萨完全排斥四禅八定吗？不是，四禅八定本身也没什么问题的。它呢，确实是就是四禅八定呢，就是菩萨都可以获得，因为禅定智慧嘛。所以，但是呢，对于禅悦，然后产生执着，然后慢慢就形成另一个执着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障碍，大障碍了。所以呢，菩萨都就是对这些不会有任何的这种私欲的那种特别的执着的，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这里呢，莲花生大师也是告诉我们这些特别的口诀，说我们就这么应用这个禅定。第一个，我们从无到有，当然我们要有禅定，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个呢，这个禅定我们该怎么 OK，就是该怎么修这个从大圆满和莲社的这个中印问题解脱的角度，我们怎么修这个禅定？所以一般的是禅八定或一般的打坐冥想，一般的觉得这个我就是打坐很舒服很开心。其实这些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喜欢打坐，很好，但是只是打坐，它是疏解压力或者一种就是自己的生活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寻求一个快乐而已。
但是真正的禅本来不是这样，所以禅呢，应该是要超越轮回、超越三界的，是真正的禅。所以这里有说到禅，禅定中阴先期的时候，就是当你有这个禅定打坐的时候呢，主板散乱，迷惑无当事，就是说任何的散乱和迷惑，应当要放下。三轮当然要啊，三轮都不放下，就是不可能获得禅定的这个成就。但是呢，密乱比较难，因为禅定当中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障碍或各种各样的密乱，所以呢，这个禅定有时间禅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无散无着，无者安住立边境，那这个就是大圆满的禅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也就是在这个禅定智慧方面呢，他的这个坛经里面也禅定和智慧其实是一体两面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知观是一体两面的。这个是大乘，尤其是这个书生的这个金刚这个上乘最上乘或这个密法这个大圆满的说服，就是经常是这样。因为他们虽然有禅定，但是不是一般的禅定那样，他就进入一个状态，然后从那个里面就是好像迷宫一门一样，然后就是欣赏着这个里面的一些禅悦，然后走不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有一种原理细轮、三轮体空的，但是安住于这个状态，那就是一个他的禅。所以这里说无散无着那么就是要阳明正明，又不是在三轮一般的一个平庸的那种一个念头妄念的一个状态，又不是执着于某一个点，所以无散无念的那种，那个特别啊。所以安住于立边境，就是远离边境，远离边境就是远离一切的边，就是中观说的四边八边。身体圆满此地那当然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修密法的来讲的话，就是在禅定当中，你的禅定是什么？身体此地的禅定，圆满此地的禅定，就是要有这种禅定。所以身体圆满此地的稳固这个特别，你就是这个大作这个2天大鱼什么3天晒网啊什么，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非常要坚持，所以就是要获得稳固。所以呢，立住作物摄性放意识，那这个呢，就是说，你就是作物，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琐碎的事情放在一边，然后认真在这个性意识、事性意识，但是藏文就是你认真在修持、专注的专心的时候，不要烦恼和一些这些迷乱的力量，而就是就是牵引你的心，那就是什么禅定的时候，禅定中阴是这样。那临终中阴是什么呢？其实临终中阴呢，我记得说到底看博有翻译有一个叫做临终智慧经这个临终智慧经呢，以前可能是汉传里面是不是没有这个经？它是很简短的一个经，只有1、2页了。这是临终智慧经是藏文叫那嘎伊西印度，很出神的一个，它也是这个佛陀这个应该是这个诸盖藏菩萨所闻的，然后佛陀传给这个诸盖藏菩萨的这样的一个书生法，八大菩萨里面的。这里是临世中阴现起的时候呢，贪爱执着，就是那个时候对这个时间、对这个家人、对所有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如果你那个时候牵挂或一些这种就是不放下的时候，那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这个窍诀要起到作用的话呢，它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在里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心要彻底的能够脱离这个困境，就是这个执着的困境，然后就是你能够就是无挂碍，然后就是无执着的，能够一心一意的就是向往这个往生。那个时候就是弹珠都要士气，无生如意，明细口诀道。这里面就这样说，那个时候你一心一意的，你圣贤所得到的口诀的这个重点，就是密空不二的这个境界，禅定智慧，你有什么就是要修什么。
最主要是这个将心潜移无声虚空，在你内心那个时候本来要潜移的啊，移动迁移，从这个身体里面要迁移，但是现在的迁移，你不要让迁移到另一个轮回，而且要迁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心经，迁移到这个佛的这个这个智慧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临终中阴。所以修普瓦法的时候，也最好的修普瓦法的时期就是临死中阴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那么好的修行的定力和一个稳固，但是如果有一个金刚师这种你的比较修行好的另一个人上师或其他的这个一些上师，自己的根本上师或者一般的其他上师都可以邀请来到那边帮你这个念佛阿法修普阿法，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将心潜移无声的虚空当中呢，那个时候我们是要真正的要离开血肉的这个身体了。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切外在都是，第一你是带不走的，执着也没有用；第二是一个幻化相，无常无实有的，就像一个彩虹一样，看起来是有，但是摸不着的，抓不住的，带不住的。所以就是要这样的看待。那是莲花生大师对临终中阴的要求，或者这个叫这个一个中古。所以为什么莲是这样说，也就是这样。那发心中阴的时候，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稍微的讲了一下，发心中阴确实有点难，但是发心中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这个起码命定的一种转变的一个力量，掀起了一个文武百尊的现象。就是激进本尊、愤怒本尊，这个文武本尊坛感里面也有各种各样，而且它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从心经出现了很多激进本尊，从脑袋的这个很多的神经系统里面就变成了这个激进本尊、愤怒本尊的像。但是那个时候的像呢，到底会不会是唐卡里面画的我们印度或藏人的这些概念里的那种唐卡的这个佛的样子和这个本尊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不一定。但是我们呢，现在本身是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这个血肉之躯呢，就是受了一定的限制，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习气，这当时显现出来的也和这个习气一定程度的关联的。就像晚上我们做梦，其实做梦中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做什么梦都是跟白天的这个我们的经历和这个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90%都是做这些梦。那实际上梦里面到底生成了外面的这些东西吗？没有。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稀奇，也帮我们连接到，或者这种梦境的这个幻化形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就是发生中阴的时候出现的激进本尊、愤怒本尊呢，我觉得因人而异了所以没有决定。所以是这样的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音频里面，就是有讲述一个净土宗的一个公案，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就是他的妈妈什么家里人呢，就是修净土宗，然后孩子呢做了一个梦，他说我去到极乐世界这个见到阿弥陀佛，我看到了这个一个莲花花开，然后这个当中有这个名字写名字是什么呢？我们的什么是外公什么婆婆有一个名字。他说这个4个名字，本来经常用的和大家知道，小孩知道的都是就是3个字的名，但是真的是他的身份证上面就是有4个字，可能他的先生的姓也加在上面，然后结果这个就是小孩真的在这个梦里面看到的和实际情况是完全符合，所以也相信了这个所以实际上真的是阿弥陀佛的。我们莲花花开那种，也是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浴池里面也有那种呢？其实也不一定。就算是这样，那这个上面也真的要不要去写一个记好名字也很难说。如果真的有名字，也是不是中文的名字那也更不好说。可是真的是我们这个业力现前或这种，无论是善业和恶业，它这个承受的时候的现象就是没有决定的怎么样，所以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其实吉天菩萨在如心论里面也说，地狱是水，这些狱卒是水，怎么样？然后这些都不是在外面的一个，这是内心的这个恶业承受的一个投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极尽本尊文物本尊也是我们的这个贪嗔痴然后这个转成这个本来的清净的智慧。那个中间，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有另外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没有修行，所以这个就是发心中因。嗯，所以那个发生中因升起的时候，虽然是你自己的一个内心的透视，而是起码面对的一个运转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是你也不知道啊，所以就是人为是有外面有很可怕的东西呀、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就是你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执着，然后害怕或者有依赖过度的这种一些这个贪嗔痴。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知道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这种一个现象，它没有石油的，所以这个当之比喻中印之先进，中印的先进，所以呢那个时候是非常至关重要、紧要、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你不要无自限，它是一个自性的现象，所以自限自己的一个自限，然后自限，所以这个无惧自限，本见诸正宗，所以这个一定本尊和诸宗都是这样的，因为内心智慧的一个妙用，究竟上它就是本尊，就这样。真正的本尊也是智慧无大智慧就是无方佛嘛。脱生庄严的时候呢，那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脱生庄严，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个灵魂他是有一些神通，他非常聪明，他知道自己已经知道自己是死了，然后就是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然后就是会寻找各样各样的方法，然后甚至也看到家人。那这个和我们民间和一般道教、佛教都讲的那个庄严神圣其实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这个细节呢，在中医阿毗达摩这个很多佛法，像一祛四谛论都有讲述它的细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你要非常坚强的一个毅力。你那个时候就是要知道圣见了你的上师，上师给你的皈依的名字或者灌顶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法名，然后就是你就是要这个要要七心三宝，你要祈请观世音菩萨或莲花生大师或阿弥陀佛信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要当以专一觉知而持心。莲花生大师说，你应当要一个专心的一个觉知。所以呢，那个就是要你那个时候你就是要，如果兴起恶念的话，你生前造作的恶业，就马上要就是定上。就像你这边，比如说你手上就可能会有一个打火机，这个一开了一下，然后如果身边有一个易燃的东西或万一就是有什么油或马上会点燃它，然后就是和起火一样。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中医是起了恶念，就很容易会和生前和其他的恶业连上关系的。那个连上关系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怎么说呢？因为你就是马上可能会下了地狱或烹生或恶鬼三恶趣。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会恶性循环的。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出来，因为这个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变成一个老虎，那也就你也一生都是这个也是这个杀生。你就是下意识也可能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从这里出来。如果虽然是你心上去有一些善业，但是这个不知道轮到什么时候轮到，就是这样有一些这个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如果是和善念起到善念的话呢，你的过去的这个善念或别人为你做的这个善意，很容易连上关系的。这个连接，然后就是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有福报的，就是一个下面人生等等。那个时候虽然呢我们相信有一些恶意，但是如果你遇到了甚至是遇到了正法，那搞不好就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慢慢的，你就是消除业障，而且你懂得这个消除障碍和业障的方法去，所以就是这样，就也有机会成佛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而且这边有特别的一个呢，就是当时你要寻找这个你自己下意识，这个是这样的阻断胎门当时会返修，因为这是你要这个，因为胎这个怀孕的那个胎母胎，就是你在寻找母胎的时候，发现有些母胎可能是你进去了你就变成一个马或一只牛，因为牛的胎。然后是人的胎呢，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中医文集解脱里面，其实有这方面有一个细节的一些各种各样可能产生，比如说牛的胎，并看成好的一个
木材，然后好的木材看成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就是一个毅力坚强，你不要用自己的判断去胡思乱想，然后就是要这个专注放在这个观音菩萨或莲花生大师。这样的话呢，你选的自然会变成对的，不然的话呢，就是非常容易出错的。有这种一个细节。所以那个时候呢，以前我们也看过，比如说一个他记得过去自己怎么死的。他说他在这个到了一个嗯地方啊，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有点冷，要穿衣服，然后看到一个衣服，他摸了一下这个衣服，就变成了一只猪。有这样的这些一些公案呢，确实是这个真人真事的一些故事。然后后来呢，从这个猪死掉了，然后再变成人，就是他记得一些过去的几个生死的过程。这些资深的主干部他们的生命真相很多的这个书里面也有写到。所以这些呢，就是确实是我们要，你觉得很愣以前有一个西藏有一个大臣，就是叫做杜巴根朗。那杜巴根朗呢，看到有一个格西什么，有一些比较这个，他就是他的那个庄严山，他要去。如果跟他发现他要去错误的地方，他要去哪里呢？他自己以为是我想去一个公园，他看到一个公园，然后这样想去那边走一下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公园，它是这个马什么一个出生的一个那个胎。然后如果你这个松阴山你进去了那个地方，就是等于是你就会要变成一个马。然后呢，就是如果刚刚跟他说，你不要去那边那边是马的这个话，那个人呢，他生前的学过一些辩经，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限量，他就是因为必量和限量，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正是亲眼看到，这不是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公园，我就是要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太相信这种自以为的逻辑的时候，然后跟如果刚刚他反过来就是辩经反驳如果刚刚的说法，然后就他自己去了，就变成了，然后昏迷了。然后就醒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牛了，一个养马。如果跟他想救他，如果跟他是一个大成就者，有神通，但是也各自的业力有时候是这样，而且有时候我们的血色很容易变成一个障碍，所以这个也很特别的。所以这个如果没有中印的这个调节的时候，有时候血色有血色的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作用，但是有时候关键的时候我们太血色就是也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阻断这个胎门，然后就是建议的要静观息，因为那个时候要清净观，内心清净非常重要。就算你没有别的什么中医的教法的口诀，但是你内心能够保持爱的和清净的状态的话，绝对你的会好，一切都会好的。所以呢，就是吉田菩萨在这个入心论的第五篇当中也有，今天我们有讲这个段落，那个当中确实有说到说，如果你内心能够守住你自己的内心，一切的不好的都会去消失，而且一切的福善都会自然而然的能来。所以呢，所以确实是这样的。中阴的时候，也就是你守住自己的内心，就是这样是最重要的，要具有政治正念政治正念不是这是精神能够拥有，而且死亡之后也政治正念是可以用。所以莲花生大师的继续也这边说了，但是我们不要今天要一个一个去讲解所以呢，就是这个性恨不死，死亡将之之，此生作为境界无实。所以这里说，我们经常呢就是不愿意思考死亡，而且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时间。莲花生大师说，这样呢就是说，就我们就是为了今生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一直忙个不停，一直忙碌然后呢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自己再会，因为死亡对我来讲的话呢，一个成佛的一个机会，知道吗？门拉比巴也说过，破瓦法里面也有讲了，就是死亡是一个妄念，对于一切修行人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成佛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恐惧的话呢，就死亡可以成为成佛。门拉比巴的道格里面说，我就是非常迫不及待。如果我一开始非常害怕死亡，所以去山上修行。现在呢，我知道死亡不是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不害怕，反而呢，我死亡就可以完全是可以，就是是一个无语涅槃。对我来讲的话呢，一个好事一样啊，好的事情一样。所以就是这是修行人，所以这里也说了，所以我们就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最终对我们有帮助的是什么？莲花生大师啊，在这里说，这个认知无所需者为正法，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正法。所以呢，就他也说了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赫伯当己修者善妙法，我们为什么不是修善法呢？所以呢，就是大成就者们呢，也就经常说，上士口诀若不知于心，岂非成为自欺自诳。所以就是上士的口诀，如果你不是放在心里面，那这是一个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行为吗？是这样说的啊。所以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段落啊等等内容，但是主要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六中有的概念。那个六中有，我再重复一遍，就是说身处中阴、睡梦中阴、禅定中阴、临死中阴，然后这个发心中阴和脱生中阴。那这个每一个中阴都，如果你按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教法去修的话，都是一个成佛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是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啊。它是一个一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但是呢，尤其是在这边特别讲了，如果我们那个脱生中阴的中阴身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对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中阴教法是特别特别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离开肉体，他一丁点的这个善恶可以能够牵引他，可以能够改变他的命运。所以就是能够上去或下去都是非常容易，而且那个时候他是特别特别聪明啊，有这种有优罗的智慧的，而且那个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嘛啊，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很想要，就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答案。然后就是他想寻求各种各样的而且他也知道死亡是一个害怕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想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用中印的以慈悲心啊，然后基金三宝上师，然后就是中印教法帮忙的话，对他们就是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效果。这个是莲花生大师是用一个比喻，我记得这里面就有这个比喻的。莲花生大师说，一般的一个木头啊，在这个陆地，就是一般放在地上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木头，可能有100个人都搬不动的。然后把它推到水里面的时候，一个人很轻松的可以它移动，因为那个水流河流里面，他说这样啊，这个一般的这个非常难，这个解脱的，也在中阴界，这个以这个口诀和这个书生的教法试出来，那他就容易能够解脱。所以，如果其实你家里有这个中阴的教法，你也就是求这个口传，然后也就是自己或家人或其他朋友，其实最终啊，就是真正的对他最好的就是一个送行啊，就是最后的这个礼物。最后送给他的最好的礼物都是这个中阴教法的帮忙。当然，我们用其他的一些助念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更系统性的这个中阴的教法就是中阴文集解脱。所以，确实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死亡是就是我们用一个学门或者文化来讲的话，那种死亡的整个过程怎么看，对死亡的观念、处理的方式的一种文化，或者这种一个这个死亡学或者中医学，如果我们用这样来这个形容，用现在的一个学术的观念来看的话，那这个西藏度亡经、西藏生死注、中阴文集解脱，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教法里面的中阴的部分，其实是最完整，
没有第二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关心中印，尤其是针对中印的针对性的特别的这个内容呢，确实我们学中印是特别重要的。阿弥陀佛，扎西德利。Namo Garbe Namo Buddhaya